你有冇運動嘅習慣呢？加上肥胖同飲食習慣，心臟嗌救命啦！而家同你講下慳錢慳時間慳位又對心臟好嘅運動啦。深蹲可以改善腳嘅血液循環，建議每日3組，每組1分鐘。單腿坐立前伸，做嘅時候記得背脊要挺直，喺床上面做都得㗎。第二個係拉後腿做嘅時候，記得扶住屋企嘅牆。第三個係普通拉伸動作，揾一個伸到手嘅位置做就得。每個動作每邊做3次，每次15秒，放鬆我哋嘅肌肉，增加血管彈性，減低血壓。有氧運動可以等我哋吸多啲氧氣，提升心肺功能，少啲機會有心臟病，同埋可以降血壓。健身舞就係有氧運動嘅一種，大家可以嘗試跟上我哋條片一齊運動。急步行可以控制血脂同體重，改善心臟健康。大家可以圍住屋企，每日行10到20圈。